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来关心咱国内即阵12岁以下囡仔是拢无注意风险，也毋过伫美国、日本甲南韩有开放国会至11岁囡仔会当注疫苗。咱国内敢要对咧开放，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也经过专家讨论。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嘛已经有咧直接国会至11岁囡仔预防针嘛特别讲定。 新冠肺炎确诊数一直冲悬，也互家长伫烦恼12岁以下无注疫苗囡仔感染的风险是毋是会增加？根据指挥中心到1月的统计，12岁以下囡仔确诊案例93例，无症头32%，轻症68%。若是破病的症头，甲大人差不多，主要是发烧、咳嗽、流鼻水，也甲难熬的症头。只是说小朋友发烧的比例会比较高。 是毋是要透过注疫苗提升囡仔保护力？美国去年、日韩是伫今年2月到3月开放5岁至11岁囡仔注辉瑞疫苗，剂量是12岁以上的1/3。虽然是毋是开放囡仔来注，有待专家讨论，不过指挥中心已经提早购买，只是囡仔疫苗牵涉较广，难度也较悬。我们这边在机关署的努力之下，应该也差不多快要完成了。而且品牌毋那一间。 进行EUA 申请的有辉瑞的这个5到11岁，那还有莫德纳是6到11岁。食药署这边的专家要先针对它的适应症来做一个审查。各国拢希望注疫苗会当好处较济，提升保护力。不过有医师提醒，根据美国研究显示，5岁至11岁注疫苗完有风险。小于12岁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 所谓的多发性系统的感染，这个在小朋友里面占了46%，将近50%左右。医师认为，需要更侪科学证据来掌握儿童注疫苗风险。台湾嘛应该谨慎评估5至11岁囡仔注疫苗有利的证据。指挥官陈时中13表示，会以专家的意见，佮加上民众的需求做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上新消息来关心美国纽约地下铁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即马嫌犯已经抓到啊！伊合作 James 伊62岁，有坐前科。犯案的动机也搁在了解，因为伊是对大众运输发动攻击，所以总共红定罪，相当会互关1世人。 纽约市警方伫咧曼哈顿东村大波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的嫌犯，今年62岁法兰克詹姆斯，警方已经找到伊作案用的手枪。 当局讲无任何现象显示詹姆斯甲恐怖组织有关系，不过伊前科真多，大部分拢是窃盗罪，因那这边犯案动机还搁伫咧了解。We tracked Mr. James, and his last known whereabouts was 7th Avenue and 9th Street in Park Slope, entering the subway. NYPD patrol officers from the 9th Precinct responded to St. Mark's and 1st Avenue, where they apprehended him without incident. His arrest history in New York is 9 prior arrests, dating from 1992 to 1998. He has 3 arrests in New Jersey. 警方伫案发了后，进行了30点真久的大规模搜查行动。詹姆斯逃亡超过24点钟，伊涉嫌12伫咧布鲁克林地铁的车厢内面放烟雾弹，并且向地铁的乘客开33枪，有10个人着枪。 一开始该列做利害关系人，要确定伫咧现场发现的枪是伊买了，就将詹姆斯列做嫌犯。Prohibits terrorist and other violent attacks against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if convicted, he will face a sentence of up to life imprisonment. 詹姆斯会伫这是第一遍出庭。根据 CNN 报道，两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讲，詹姆斯做完了，还佫家己敲专线的电话，甲警方讲，伊人伫咧曼哈顿下东城的一间麦当劳。警方赶到现场时阵无看到人，要开车伫咧附近找的时阵，伫咧圣马科坊甲第一大道相车路口附近找到伊。公司新闻吴玲报道。 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锋面的影响，早起中部以北、东半部温度下降，上大雨。过到了后就会转较大，咱做伙来看温度。
今日顶半工方面快速通过，中部以北东半部雨会较粗，有可能有雷公雨。按过正紧，过昼了后水气就随减少。北部、东半部会转做侪云，也毋过冷空气到位啊，所以北部、东北部会转凉，温度伫24度左右。暗时啊，低温剩无19度。若明仔暗到拜六的透早上介寒，低温剩无15度。明仔到拜六透早受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水气会较高，伫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落雨，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雨嘛较粗。到拜六会知影水气才会阁减少，礼拜各地就会开放好天稳定的天气啊，温度会回升。北台湾感觉舒适，南台湾是小看热，早暗会较凉。另外，中度的风台马勒卡，即马是伫咱台湾东南边的海面上往北东行向日本，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镜头来关心南非东部拜二的时落大水雨，引起水防山做大水。烟花城市灾情真热，有港厝的货柜风冲出来，车路淹水，人家厝海去。目前知影有造成45个人死亡。桥河大水冲登去，过桥就要冒险撩水。另外一边路面是二个大坑。南非东部沿海省份瓜祖鲁纳塔拜二因为暴雨引起大水，当地上大都市德班受创伤严重，不止港口大量货柜被冲倒，车路铁路也因为大水登去，同时佫发生大规模土石崩落来，互真侪栋的厝也对咧崩塌。One is coming from that side. Throw it to my house. I got nowhere to go now. I got no house. I got no nothing. There's my family is there by my neighbors. We tried to give you the place to sleep last night. We never sleep last night. 民众看被冲害去的厝，要靠无目屎，唔知刷去要安怎才好。南非政府指出，这场暴雨，互6000间厝损害，至少45人不幸罹难。因12已经紧急部署军队到德班甲周边地区救援。总统13也下去灾区视察。南非这几年来天灾真多，今年1月另外一个沿海都市东伦敦也同款拄着大水，至少10人死亡，数百人无家可归。科学家怀疑气候变迁可能是南非东部沿海继续出现大水甲酷旱的原因。未来几年同款的暴雨恐惊定定发生。公司新闻齐婉玲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本土疫情继续在炭烧，即马是已经影响澎湖的供应链，一寡大工厂拢停工。人保伫昆山的五间子公司马上按防疫措施，严格红海伫中国的子公司富士康即摆无受停工的影响。来看《中国时报》，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有提出警告，讲今年是粮食危机上界明显的一冬。3月份番麦计数是每公斤10块银，今年8月份可能会起到13块。饲料若起，安尼到时猪肉、鸡肉拢会对得起。业者就估计讲8月份猪肉每公斤应该起到90块。来看《联合报》。主计总处向下修正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估是4.02%，嘛预估今年规年失业率大约是3.6%，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大约是2.48%，今年的通货指数会超过6%，钱会搁再变薄，通货膨胀的警戒值可能会收袂掉。来关心总统府的国安会，昨昏有传出一个员工确诊，国安会已经针对全部的员工做快筛，目前是拢阴性。那行政院这部分嘛有新增加一个工友确诊，警政单位嘛有几内基层的警察确诊。另外，咱总统蔡英文即马第2家隔离，也毋过到今仔日就会当解除，伊的 PCR 验出阴性了后，就当解除隔离。高雄顶金派出所当地做消毒，因为有警察 PCR 阳性确诊，全国疫情长滚假，各行政机关小连续传出有确诊者。若是高雄的警察局有疫情，新北的海山分局嘛有2个家庭暴力防治官确诊，分局嘛加强消毒。也若石碣分局嘛有1个警察确诊。昨天知道是阳性，那戏子分局呢也因为这样呢就启动，目前呢20个人快筛呢都是阴性，后续呢也会安排居隔跟 PCR 的采检。昨日有2名内勤同仁确诊新冠肺炎，目前自主居家照护中，另匡列隔离密切接触者计8人。
快筛及 PCR 采检结果均为阴性。台北市的警察局嘛有疫情，包括大安甲上山分局，拢总有3个刑警确诊。分局的外勤单位即嘛启动分流办公。中分所及侦查队已经开始执行分组分流的工作机制。另外，内勤主事居家办公以减少同仁彼此接触机会，降低感染风险。也那基隆市警察局因为一个警察队长甲一个小队长去小吃店消费确诊，所暗砍行踪，致使疫情愈传愈厉害。市警局已经调整包括这2个人在内，拢总11个人的职务。另外13有民间团体捐防疫物资，会优先分配给确诊，也有居家隔离的警察来使用。公益团体对我们警察同仁的一个辛劳，他们也不遗力的。碰到这个疫情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个物资的使用，我们也非常感谢。另外，总统府进前有一个导览的志工，也有总统蔡英文的亲人确诊了后，国安会一个员工即嘛确诊。国安会已经针对全体员工做快筛，全部拢是阴性。也那行政院是新增加一个工友确诊，秘书长李明安是照指挥中心的建议做自我健康监测。记者综合报道。那根据教育部统计，目前咱全台湾有18个县市，计共311间学校，因为疫情出现疫情停课，也是部分停课。教育部已经有修正修改停课的规定啊。也毋过即阵云林县、南投县是决定12岁以下囡仔无要照新的规定，因会照旧的。那彰化县是宣布高中以下因全部拢要照旧的。台北市是讲幼稚园这部分会照旧的规定，也就是讲有一个人确诊，一个学生确诊，安尼就规学校爱停课。因应疫情变化，爱国顾学生受教权，教育部邀集地方教育局处长讨论，也甲指挥中心参详，将修正公布校园停课指引。就是下晡公布了后9点钟，云林县长张丽仙就宣布，县内国小幼儿园未对咧做，为维持进行中央的停课标准。基本上12岁以下，我们到目前为止一个孩子1剂疫苗都没有施打我想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情况，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几经讨论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还是谨慎为妙了。云林的国小幼儿园爱按照中央进行，一校一人确诊，这个班停课10天，2人以上确诊全校停课的标准。12岁以上的各国中，遵照教育部上新的公告，13早起，南投县长林明珍宣布，比较云林做法，彰化县阁表明，全国各个中小到幼儿园拢沿用中央原本的版本。那到方面，新北桃园、高雄甲台南照中央标准，按过台南因应新标准提出台南市标准，台中无确定。台北市是各国中小按照中央标准考虑幼儿园活动班级界线无明显，停课标准较严格，用中央的旧规定。因为台中市目前的疫情我们确诊人数是6度最少的，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争取这个时间来进行社会的对话跟讨论。除非说我们一看就知道违反我们的医学知识，说这个不行。那不然的话，原则上我们还是按照中央的标准。那幼稚园因为有实务上的困难，原则上是就全部停了。公听认为每一个县市有无同款的想法，不过除非中央标准明显唔对，无就按照规定来做，好歹试办1礼拜有问题才去讲。面对部分县市无要对中央的标准做，部长潘文勇表示，县市或者是学校有特殊考虑，应该甲教育部应变小组参详了后实施，已经掌握分中道进行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较大的确定病例是超过5亿例啊，死亡人数超过62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933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9593例。中国病例伫 WTO 的病例数字是超过94万例，日本超过719万例。韩国是超过15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200万例，印度是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超过2700万例。英国首相强森伫封城期间有违反防疫规定，有几啊摆去参加聚会，伊即马是罚款100英镑。强森强调讲，伊会去纳这条罚金，也毋过伊拒绝落台。若根据上新的民调，是有6成英国人认为伊爱落台。
英国警方调查派对门所件，针对首相强生2020年6月19伫官舍内面参加为伊所办的生日派对，违反迄当阵袂当群聚的规定，拜离开100英镑的罚单。I've paid the fine and I once again offer a full apology. 强生在一面回释咧，讲这场聚会无讲10分钟，伊无想到讲会违反防疫规定。江泽民将无法度接受伊的讲法，因为真正强生一再否认，讲因无开生日派对。Nobody told me that what we were doing was, as you say, against the rules. That the event in question was something that we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wasn't a work event. 伫疫情期间无法度去参加阿嬷告别式的欧文，批评强生一直讲袂出。Yeah, it's not only breaking the law, it's lies, hypocrisy, and it's just the latest in the series of things that we've been see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of Boris Johnson. 有人批评政府防疫有相同标准，应该家己做模范的官员，罚款就无代志，对民众是一种侮辱。There doesn't seem to be very much point in having a cod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bide by the code. It's as simple as that, you know. I think it's almost because they're so low as a fine, it feels almost insulting. 港党针对这件代志，要求强生加共款违反防疫的财政部长苏纳克等人下台。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at a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found to be in breach of the law. And then he lied repeatedly to the public about it. Britain deserves better. They have to go. 上新的民调显示，有60%的英国民众认为强生就要下台负责。不过，把私底下讲，只有出动火力强大装甲师，才有法度甲伊拖出官舍的强生，看来也是无愿意时。不过，目前派对门的相关调查也搁伫咧进行，说落来结果可能对强生愈来愈不利。保守党内赞成铁华党会的议员已经超过40位，而54个人就当发动无信任投票的条件愈来愈大。而且5月时阵，英国要办地方选举，强生是毋是有法度通过考验，也搁真歹讲。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关心乌克兰重要的南部港市马利坡是被俄罗斯的军队包围。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表示讲，马利坡这个所在，即卖已经有1026个乌克兰的官兵投降，而且阁有放出画面。乌克兰的国家电视台有放送画面，会当看到，讲这是马利坡来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阿兵哥因双手举悬悬投降的画面。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表示讲，伫投降的队伍内底有162个军官，47个女性，内底嘛有151个人受伤，已经赶紧送病院治疗。不过，乌克兰的国防部发言人是表示，针对这段画面，因无清楚。路透社、美联社这国际媒体嘛报讲，因唔知影这影片是真的也是假的。继续关心美国总统拜登13已经宣布讲，佮要提供乌克兰8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包括一寡武器、炮药，也有枪支、战车甲直升机在。另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是已经到乌克兰的布查镇去展开调查，嘛讲这个所在是犯罪现场。伫美国总统拜登12讲，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是将作灭绝。拜登伫咧13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了，佮发表声明，将会对乌克兰提供8亿美金的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武器、弹药、装甲运兵车、甲直升机等军事援助。All of them are designed to help Ukraine, as we talked about, help Ukraine in the fight that they are in right now, and the fight that they will be in coming days and week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w committed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这项计划包括已经提供的真侪高效的武器系统，也个暗算俄罗斯会伫咧乌东地区发动更加侪广泛的攻击，所量身制作的新武力。因那国际刑事法庭 ICC 首席检察官13号指挥的布查定。因为这已经互俄军占领几落礼拜，乌克兰指控有几落百位平民被杀害。ICC 讲乌克兰是犯罪现场，因有合理的根据相信这个所在发生 ICC 管辖范围内罪行。Every individual, particularly civilians, they have certain rights, and we must speak for them, and we must insist that we get to the truth of what's taken place, and then judges will decide if there's responsibility.
英国甲欧盟13宣布，对乌克兰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抑个俄罗斯国家侪特权人士甲因的亲属实施制裁。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讲，俄罗斯会为因的能源出口找代替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讲，若无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人身强悍的战争，并且想要就此探取利益的国家，是短视群利，若破坏西方对俄国的制裁，会面临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讲，目前战争看来未停。You referenced a global ceasefire. Do you mean a ceasefire in Ukraine is not possible? At the present moment, a global ceasefire in Ukraine doesn't seem possible. That was our appeal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but it doesn't seem possible. 古特瑞斯也讲，联合国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一寡当地停火、人道主义通道加疏散平民的可能性建议，正伫咧等待俄国的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事已经拍超过50天啊！根据乌克兰的情资有显示讲，俄罗斯因为用传统的武器，直头拢无法度拍赢，所以有可能计划要动用核子武器。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造成供应链断气。联合国就表示，三车国家可能会因为欠粮食、欠能源，造成金融危机、经济的崩盘。来关心中国上海这阵疫情是真热辣，昨昏个新增加26000个新的病例。封城区域民生物资嘛真欠货，有当地台商即马就讲，伫上海即马高架道路拢无车，浦东机场嘛拢无人。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啉烧酒赛车新制度掠较严，伫3月底时已经开始实施。经过11天，即马伫湘北掠到啉烧酒赛车案件拢超过100例。警方嘛表示讲，光头白日即马日时啊，啉烧酒赛车状况嘛是真热辣。亲像伫拜二透早起，天北市就掠到一个查甫人无驾照啉烧酒骑奥多摆。警方调查就发现讲，伊是已经第7届啊。当场有查扣伊的奥多摆，嘛依法当发。这个穿红甲4个查甫人，伫新北市永和骑奥多摆2车棚，互警方抓来，毋但规身躯拢酒味。酒质达0.16毫克，警方也查出伊的驾照已经被吊销，这便是第7遍酒驾。无啉酒？无啉。我看这，来，张啉无？无。张呢？真正无啉吗？有味咧。警方当场查扣伊的奥多摆，以3月底实施的酒驾限制加重处罚。警方也发现，除了暗时酒驾，像这种你是查来就发现酒驾案件也愈来愈多。警方取缔的过程发现，蛮多民众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有饮酒，隔天早上以为酒已经退了，然后便骑车上路，但其实体内还有酒精成分存在。酒驾主题件数，伫咧酒驾限制实施了，敢若上北市11天就超过100件，其中台北市早起6点到中昼12点，酒驾的比例34%，甲去年比增加5%。新北市早起6点到12点是处理26件酒驾，比例占18%。医生讲，若酒精无完全代谢掉，开车精神较袂集中，真危险。250到300 cc 的啤酒，一瓶大概是20克的酒精的量，喝到体内以后，借由肝脏代谢，至少要2到3个小时才能代谢，而且代谢完以后不是就不见了，它会变成它的中间产物，我们刚刚说的乙醛。所以说，一般从喝了酒到这个完全的酒醒没有症状，一般我们会建议大概是20个小时左右。酒精代谢的速度，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宿醉是因为体内乙醛失调的。医生讲，困一醒起来，酒无一定会退。所以若前一暗啉酒，过当工上好是莫开车，若无陪出敢若一粒无定时炸弹。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国地头的本土疫情，新北市伫昨昏新增加264个本土病例，台北市是新增加141例。目前双北拢有向中央去申请快筛试剂，亲像家人安尼。其中台北市已经决定要甲这快筛重点放伫目前疫情较热烈的中山区，也有一寡有传出疫情的学校。穿全套防护装备，针对确诊者伫市政府内行大街所在拢消毒。台北市政府大楼传出有2个武工局处同仁感染，可能34个人，拢总快筛154人，其中1个人阳性，好在 PCR 检验是阴性。
台北市13新增加141例，其中中山区这礼拜已经累计31例，是12个行政区内底人数上济。市政府要向中央申请快贷契机，伫中山区的热点发放。另外，台北市加强型防疫专责旅馆房间数已经超过2000间。瓜问题是讲，除非台北市每天确诊人数超过200人，才会采取居家照顾。把确诊者要摆在家里的系统再磨练一下，再check一下，不要才能够确保整个医疗品质是安全的。关问题是讲，还有淡薄时间规划完整的居家照顾制度。资源无台北市济的新北市，这礼拜已经启动这个计划。新北市长侯友宜讲，目前已经有32个确诊者伫厝接受医疗照顾。所以我们全力以赴，让居家照护变成我们4级照护服务的第一关，能够守住我们的无症状、轻症的确诊个案。13新北市新增加本土案例264例，侯友宜强调，只有透过伫厝的照顾，才会当避免规个医疗体系可能因为确诊人数上济，煞无法度负担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华县进前是5万公会当抢走咱台湾的第7都有提出申请，若要提出申请变做第7都，是人口数要超过125万人。也毋过昨昏内政部是宣布讲，中华县目前的人口数无达到这个标准。中华县府要变升格，加做第7都，而且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甲内政部处长陈宗彦抑阁大动作去中华考察。毋过13传出无好的消息，中华上新人口的统计是124万9807个人，无达到125万，升做第7都的条件。县长王惠美认为这甲疫情有关系。是因为我们1到3月，那这个净移出的2年没回来台湾的，在外地工作跟读书的，就被移出了2984人哦。的 CDC 也有说，在6月的时候，那大概就会开放国门，届时也请我们的乡亲哦，那尽快的回复我们的这个户籍。虽然讲升格了后，乡长会改做是官方指派区长，不过有乡长认为讲，无地方派系伫遐白卡白手，伫遐市的资源会分配了搁较少。对地方的发展来讲是好处多过歹处，升格若无成功，会感觉真失望。地方因为派系的倾轧，让我们地方建设没有办法推动，反而失去了这个城乡失去了地方建设的一个自主权。不过中华县议员吴伟大烦恼讲，分配款项伫遐市是摕61%，总额共款就遐尔济尔，6都若是变做7都，中华无一定会摕较济。不过人事成本煞会因为升格来压悬，所以升格无一定是较好。中华人口数无甲升格的条件，条约看法是无啥共款。佮加上今年要选举后一任的县长会面临减一个副县长关键的困境，牵连的范围是真大，嘛持续引起正大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即马伫网络也是伫百货公司街仔路买衫是真利便，一领衫几若百块就有啊，俗阁水。所以即马用手工去订做衫的是愈来愈少啊。也毋过伫台南的西港，有一个做西装的老师傅，也是坚持即项手工艺。伊讲手工的做，其实手工做的衫其实较下输，所以嘛有一寡老主顾会固定去教官，互伊有法度会当继续做落去。较早无车衫工厂的时阵，想要穿新衫，就要去报装整部请人做。伫台南西港，就有一间传统的西装店，店内师傅号做吴明钦，伊高中毕业就去学西仔做西装，出师了后，佮家己开店。当时迄阵当开业，嘛算有拄啊撞着即个机会啦，因为迄阵咱台湾的即个工业甲甚至传统产业者伊拢一直袂歹，都讲趁有钱，要穿较水。所以迄阵订做的生意，就一直拢开始袂歹。新开始开店的时阵，规条街仔的西装店是满满是，逐工的订单坐甲无用好食饭，就爱做美工才赶会付。毋过即阵时代改变，外国文化传入来台湾，为着要对流行，衫裤替换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工厂开板做的衫是俗阁济，民众都愈无爱开较济钱去请人做衫。咱的客户。嘛有部分转伫即个新品咱的生意的部分去买来定做的，就是变拢头个较年龄较迄都无着早前的即个反正做习惯做习惯指定爱咱做。虽然手工做衫的产业落差，老师傅到大依然坚持即项传统工艺，嘛对家己的手艺真有信心。
伊讲工厂固定一个班，毋过逐个人体型无同，无可能穿起来拢合适，就需要试穿甲修改。嘛因为手工做的穿起来上舒适，所以到搭阁有老客户会来交关，互伊会当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惯是看影音、看相片，若摸一本册字伤济，就变得无耐性。屏东的潮州就知影即个趋势，因即马要做历史册，有专工去收集侪地方的老相片甲地图，出一本历史册。毋过拢无字历相片，要对清朝甲即摆历史甲变化，拢用相片记录落来。然后这个是以前潮州的商业区，你看三角公园就在这里啊。甲册掀开，内底一页一页拢是画甲真有路的地图甲相片。这本册是屏东潮州的潮庄记忆风华，是收集在地时代的记忆、在地人提供的相片，还有图书馆的资料等等，记录在地文史的珍贵册本。从一开始，对这个计划的内容、照片的收集，真的是在急迫的情况之下，透过各个人员的集思广益。然后促成这本潮州记忆风华。甲一般的历史课本无同，册内底无伤济复杂的文字解说，利用侪图甲在地相片，记录清朝到即阵潮州的变化。潮州镇公所的主任秘书王建元就表示，若想要知影潮州的历史，看这本册真轻巧，就会当了解。它主要的编纂的内容，它不是写一本历史书，我是觉得它应该是像一本画册，一本相册。那一般民众可能拿到这个，你会很容易用最浅显的方式，可以从清朝末年一路带到现在的潮州。这本册出版了后，真侪在地居民对内底了解到伊唔知影的潮州历史。乡公所按算阁要找医生出第2版，互外地对潮州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透过这本《潮庄记忆风华》，看到潮州100年来的变化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是创作有古早味的电动，有马里奥、过当乌金矿，若这款线顶游戏是电动结合一寡知识，哪怕电动，阁会当哪学习。然后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技能就是热力学，然后就有一个小简介这样子。游戏的任务必须先爱读到课本，经过学习才有法度顺利过关。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设计这个电动游戏。在电视内底融入上课学到的专业，让大家简单哪算哪学化工的知识。课堂上的话，可能就是会用数学式来表达；那游戏的话，你可能就是比较有趣。我们想让更多学生，就是不管他对那个物理、化学或是2类组的科目有没有兴趣，我们都想让他可以至少了解一下化工系到底在学什么。还有透过眼啊，画出涂鸦底金仔角，回答材料系相关题目，才会使过关。游戏的设计就亲像古早真有名的线顶电动同款。很多科系的名称都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根本不太确定它的就是课程的内容或是这个科系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一些小游戏或是比较轻松的问答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就是整个系大概的课程的架构。清华大学超过30名学生，而且就开始进行讨论，从策划到游戏设计，一步一步总算完成。拢总设计5款游戏，希望大家透过游戏更加明白工学院的特色。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咱国内逐年大约有2500多人接受心脏人工瓣膜这款手术，一般换刷了后是有使用期限的，经过10天也是15天，就爱搁换新的。然过患者即阵年岁嘛会愈来愈大，手术着风险。台北荣总即马有用这款新的技术，唔免开心脏，复原的速度嘛会加较紧。常常晚上就是没办法睡，躺下去以后就不能呼吸了。暗时忝也袂当困，报先生过去因为扩大性心肌病变，引发严重的心脏衰竭，甲离间瓣膜的倒流。本地已经咧评估要做等换心脏的手术，不过台北荣总用经导管心房终结、离间瓣膜的地方手术后，即马已经正常生活。以前会喘，非常喘，走楼梯很累，现在已经不会。现在每天保持运动1万步，走1万步。
另一位罗先生嘛，因为病某退化求诊来复原，杨总表示，过去病人只通选开心脏，也是对心尖开细孔喙来放经啊病某，心脏筋脉拢会受伤，手术功能降低。但即马只要甲导管的经啊放伫原本已经退化的组织病某就会使，孔喙嘛足细。传统开心手术，我们可能要住2个礼拜到3个礼拜，这是在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的情况之下。那经导管的话，其实快一点的话，大概2-3天，基本上立刻就改善，而且我们有一些病人做完之后，那很快就可以下床。除了治疗风险降低，嘛，互等要换心脏的人通延长等待的时间。杨总嘛表示，目前台湾每当平均有2900多人接受过换心脏病某的手术，但是心物组织的病某寿命大约10至15天。新治疗嘛，互高龄者降低开心脏手术的风险。记者陈阿木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过去真侪民众会认为讲，会使预防子宫头癌的人类乳突病毒 HPV 的预防针，敢若女性才会使去注射。也过有医生是表示讲，这感染其实是无分查甫查某的，所以呼吁家长趁囡仔9岁至14岁的时，带去注射。这个年岁注射效果上好。注 HPV 预防针会使预防子宫头癌。即马台湾嘛有公费 HPV 预防针提供予各种1年的查某囡仔。过去真侪民众认为女性才需要注 HPV 预防针，但是医师表示，男性比女性更较会感染 HPV 病毒，而且 HPV 病毒也可能引起其他部分性别的疾病。目前最被关注到就是引起口咽癌的问题。那口咽癌在男生女生都有，尤其是在男生造成口咽癌的几率远高于女生。HPV 感染了以后，男生的抗体也比较低，男生其实带 HPV 的一个比例呢，不亚于女生。医师表示，注 HPV 预防针的黄金时间伫9岁到14岁，会使得到上好的保护。虽讲目前查甫囡仔注 HPV 预防针无公费的补助，但是医师表示，为了预防疾病，也是建议家长自费予囡仔注。世卫组织他是说，他希望在2030年以前能够达到那个清除 HPV 病毒感染子宫颈癌的一个目标，男生女生打会发生群体免疫的效果，它清除的速度会变快。医师表示，目前已经有107个国家甲查某囡仔列入 HPV 预防针的公费对象，台湾就伫其中。嘛有33个国家甲男性列入公费名单，这是台湾未来要拍拼的部分。医师建议会使先为地方政府开始，若有充足的经费，嘛甲男性列入公费对象。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法务部登记甲国建署民间团体有举办收容人结婚比赛，提供奖励鼓励某结婚。10当来收容人结婚的比例才是有降一成。我得到了第一个，就像李独大哥讲的，身体的健康、人家的尊重，以及我跟家里的一些和睦和平，然后任何的生活习惯都很好了，他们就越来越相信我。莫因为食薰食毒，14岁就定定出入历届所的苏铁民，大约5年前在家国内底结婚成功，今年40岁，在关怀协会做辅导主任，重新开始。根据法务部的统计，2012年收容人在入学进前的结婚比率超过94%，在家国内底结婚的超过83%。到2022年入学进前的结婚比率86.46%，在家国内底结婚的降到72.26%，显示这10年来收容人结婚的比率降10.7%。比方说，你若准备要结婚，一个把你移居到戒烟的牢房，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戒无烟的工厂，而且伊打你记嘉奖，那你也当互恁厝里的人过来看你几届。收容人他们如果能够从戒烟这个活动的参与导向一个正向的一个转变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务部在2010年开始办收容人结婚比赛，提供各项奖励措施，包括增加会面的机会、记点奖励，也互因有无婚的环境。也那国建署是希望沿海防治法的修正案会当在新的会期通过，针对新型的婚有更较侪规范，保障人民健康。记者民警郑泰文台北报道。甲咱传统的布袋戏推销去国际上的霹雳布袋戏，毋那干那拍电影，即马伊嘛对上流行、上时行的元宇宙发行 NFT 来向少年家拍开国际市场。头一部收藏品只推出一时就卖了啊！
你就放心做好吧，为保护你素环境。霹雳布袋戏今年春节杀电影版的《素还真》，吸引真侪粉丝注意。为了要对着潮流，霹雳伫咧去年10月底第一遍发行 NFT 数位骨卡包收藏品，正几个就拢总卖完，互霹雳制作团队正欢喜。今年2月，霹雳进一步伫咧国际 NFT 平台，以发伫咧 Netflix 播映嘅霹雳影集为本，发行素还真等4位人气角色嘅数位套组，每一组40块美金。结果3万外套一杀出来了，随就被抢了。为霹雳开拓新的财源，也顺利发挥 NFT 的国际市场，行到这步无容易。对国际就是国外而言，难理解布袋戏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门槛。但对国内而言，布袋戏是老东西，这也是一个壁垒。所以现在是我们最要克服的，就是对于怎么定义我们的布袋戏是什么，而且是可以让人家精准的想象。因为通常看到我们的花絮或是影片，大家就会觉得很好奇、很新鲜。霹雳制作团队讲，伫咧 NFT 红仔热销了，更加有利推广布袋戏本身。因讲伫咧共一个 NFT 平台，就要同时甲漫威抑个迪士尼的数位商品竞争。不过霹雳的表现也无输因，成绩正好，互因真有信心。霹雳布袋戏它其实就跟 Marvel 一样，它基本上它整个故事的结构是非常完整，就像它有很多的英雄，然后再来其实西方人其实也特别喜欢我们武侠、功夫这一类的东西。伫咧 NFT 国际平台拍响名声了，霹雳计划伫咧未来2年内发行50个布袋戏角色的 NFT 商品，希望借此吸引少年人甲国际粉丝，互更加侪人看到台湾珍贵的布袋戏文化。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造成公司油价抢购历史新高。美国的劳工部有公布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这起的趴数嘛是40档来上济。即便报通货膨胀嘛影响亚洲，一寡基本的民生物资、民生用品拢对得起。罗西亚甲乌克兰爆发战争，致使国际油价抢关到历史以来上悬的纪录。就算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甲进前欠的石油提出来用，不过继续也是压袂落来。赛车通勤的民众感受是上深，加油的钱是比养过贵真济。That's an extra $1 per gallon that I'm paying to get into the city to work. 受到新冠疫情甲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的影响，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冲击全世界。亚洲食品的价格伫短时间内压悬，韩国出产的食食价格嘛是起真凶。 재료값은 다 올라가지고 있는데 그래서 예를 들어서 옛날에는 10포기 해줄 값을 7포기만 해줘야 되는데 그냥 10포기 값 그대로 지금 받고 있어요. 伫北京的火锅店嘛面临同款的情形，部分食材价格起5成，致使业者的营收是减5%。也若伫巴基斯坦用过一份印度炒饭，会当3-4个人食，即嘛宣布要起价，对较散车的家庭来讲是真恶负担。 मसालों के चावल के रेट इतने बढ़ गए हैं जो हर गरीब आदमी नहीं इसको अफोर्ड कर सकता। 较早小国大碗的点心，即马营业成本加悬，有的业者是要硬经理家己来吸收，因为都惊真正若起价，全无人客愿意来交关啊。国际新闻王碧文编译。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即阵法国的葡萄产区近摆春天到季就结霜，为了防止葡萄拄不出来，才影去受去冻伤。果子农是结头壳替葡萄保暖，有人是采大派油灯，有人是烧稻草，有人是倒加烧器，步数真短。将汽油倒伫咧桶仔内，油桶踩伫咧葡萄园的4月，点火互伊倒。法国有名的红酒产地夏布利，即马葡萄将要发芽，盐高山拄着寒流，所以农民就家己做大型的油灯，互葡萄袂去寒着。 自2016年开始，法国葡萄产区因为气候异常，当年拢有农损。冬天天气较烧热，互葡萄提早发芽，到春天煞出现冻霜期，互幼芽冻伤，或者是树枝顶头边还未摕时阵，日头就出来，电到甲幼芽烧着。今年法国3月时阵天气较烧热，互葡萄树开始不生芽。不过4月初西伯利亚寒流来，温度向降来，创1947年降期的新低。 froide, avec une moyenne sur l'ensemble du pays de -1,5 et bien sûr des températures qui sont descendues beaucoup plus bas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为了要让葡萄树拄不得个袂去冻伤，农民家己做大型的油灯，有人是用创新的发光加热灯系统，替葡萄树加热，还有葡萄酒庄烧稻啊，互伊呛烟，搁装加热器，用大型电风棒，互空气较烧热。要农民加葡萄喷水，利用水结冰时阵所放出力量，互有机袂去冻伤。Voilà, il y a des chauffantes, non chauffantes. Bon, tout est mis en œuvre. Bon, on a vu quelques brûlots de paille. On n'est pas très partisans. 当地葡萄栽培机灵顾问讲，以往有真侪相关产业，无认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会一直发生。不过已经有一寡吉酒厂，大家做伙投资买发热电缆等新的保暖工具，来减轻冻霜对葡萄成长的影响。公司新闻陈思东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日早起锋面通过，中部以北东半部上大雨。气象局早起嘛针对苗栗以北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若过到了后，水气就较减少，严过冷空气会随到位。明仔暗到拜六的透早上介寒，低温存无15度。若北部甲东北部又过会落雨。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有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8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